全世界上界懸的山頭聖母峰，前是昨仔才開放無偌久爾，當地時間21天，就274個人對尼泊爾成功爬到聖母峰，創下有史以來一天上濟人對尼泊爾爬到山頭的紀錄。其中上界涉練的挑戰者是來自澳洲18歲查某學生。叮當的腳步聲，還會當聽到爬山的人大氣喘袂離。上百個爬山的人佇細山排做正長的人陣，按算爬去佇山頂。當年4月底至5月底是爬世界最高峰聖母峰的黃金期。今年才拄啊開放爬山無偌久，當地20就超過200人，同一天為尼泊爾成功爬去佇聖母峰。On the 20th of May 2026, above 274 people. Summit successfully, including the climbers and the Nepali climbing Sherpa guide. 尼泊爾探險英文協會秘書長班達里伊講，這是一天內上濟人成功為尼泊爾爬上山頂的紀錄。頂一屆紀錄是2019年，當時的紀錄是223人，其中一個上少年的挑戰者是澳洲墨爾本的18歲女學生比安卡阿德勒，伊讀澳洲的聖倫納德學院11年級。It's very difficult. It's a really difficult mountain to climb because of the altitude, and there's a lot less oxygen up there. And even though we're using bottled oxygen, it doesn't make it any easier. And it's really difficult mentally and physically. But we just have to keep pushing and take it one step at a time, and we eventually got there. 班達里表示，今年聖母峰開放爬山了後，已經有超過500人為旅遊部門得到聖母峰登山許可證。對未少專家批評，尼泊爾穩準遮濟爬山的人上山頂，可能會因為人陣傷濟傷窒，也是長時間排隊致使山坪出現死亡地帶。對這代志，班達里認為，爬山的人分散佇無同的營地甲區域，所以未出現死亡地帶。不過嘛，承認上好愛甲每天上山頂的人限制莫超過250人。公司新聞陳思彤編譯。